多谢为止，去年12月31日，全台湾的小跨年，不过台湾海峡的天顶并不平静。到元旦透早6点为止，有12台这个中共战斗机飞超过海峡的中线，其中有这个八架次逼近桃园新竹外海24海里，和这个北部防空飞弹的定点呢，经过什么日弹？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就讲，这摆中共军机逼近，表示讲咱台湾的空防有缺点。北部虽然有防空飞弹有对中，不过呢，飞力机无够。伫这我的情形之下，我就及时做反应。中共军机未来有可能继续逼近咱的领空，对台湾造成更加大威胁。2022跨年暝，台湾海峡空防无平静，到元旦下午6点，拢总12台共机飞过海峡中线，其中8台厝搁好打瓦近，逃伫外海24海里的领空临接区，然后北部的防空飞弹阵地，但警铃声，毛大家看到台湾空防的困境。北部5县市就有1000多万人口，那你最近呢？你从花莲飞过来是20分钟，你从新竹飞过来，如果包含紧急起飞的时间15分钟。那你怎么样去应变？这是我们的短板，在这一方面目前拿不出办法，因为你有弹无机，它只扰台不攻台，你能用飞弹去打它吗？你只能防空飞弹追歼你，还能够做什么样的相对的应变？选择咧跨年这天，我进台湾，张延定分析，未来1年共机插台湾的行动会更愈频繁。它向内飞行，那我们是向内退缩。那这个状况下，我们就根本没有战略纵深。在2022年已经跨越中线，2023年它会到达我们临街区，甚至到我们领空上空，而且它会搭配有人机跟无人机。未来共机若继续挖过来，空军飞起咧甲因炸，除了战机零件较会害去，万不然若真正战起来，大家都拢要有心理准备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